不計港紙貶值，港股要繼續再試新高。恒指咧超買，仲可唔可以加速呢？阿里巴巴落後再追，值唔值博啊？大家好，歡迎嚟到康美小金投資有道。面對2025嘅不確定性，我嘅研究方向係堅持波段交易，做有價值嘅股票。第一次睇翻我哋影片嘅朋友仔，記得可以點讚、訂閱、打開小鐘仔。接下嚟，我哋一齊進入到第255期港股研究。咁我哋事先去睇下外匯嘅情況啦。美元對港紙周線圖嘅走勢，呢一輪港紙嘅貶值咧非常之迅速。呢度係周線圖過往10年嘅走勢啦。嗱，而呢一次從7.5直接就上到咗7.75就上到7.85嘅位置，幾迅速啊！就係1個月嘅時間。如果我哋關注到過往啊，佢可能話喺低點上嚟，佢會震一震再上，甚至乎喺高位回落翻落嚟，佢會彈一彈再落。嗱，呢啲位置經過2-3年先到高位。呢一次嘅貶值非常之迅速，我哋都可以睇下佢嘅日線圖。從5月初行到依家就係7.749上到咗7.848啦，係咪接近咗一個聯繫匯率制度嘅呢個高位平台啦？如果以經濟嘅角度去睇咧，外匯嘅貶值佢會導致咗資金流入係會慢嘅，甚至乎係有打擊咗資金流入嘅信心嘅，所以直接就係會影響股市啦，係一個利淡嘅行為。但係一個利淡嘅行為啦，點解最近嘅股市表現咧就幾強勁下咧？先頭講嘅係5月份以嚟港紙貶值，嗱，恒生指數由5月份以嚟已經升咗1673點，7.56%。你本身係一個利淡，你點解可以升上嚟咧？呢一度咧就考慮緊一個情緒嘅問題啦。我哋後期有機會再同大家去講，係咪啊？所以你去思考下呢個問題。我哋等陣咧會進行同大家去解讀。我喺呢一度，我將6月份嘅觀點同大家去講下先。因為咧喺6月份，小金都已經同大家去提到，我喺6月2號嘅時候就同大家提到，我對於港股整體6月份嘅走勢會點樣判斷？會維持一個震盪，甚至乎中下旬嘅時候會謹慎啲，會唔會插翻落嚟？呢度係打個問號啊！我叫謹慎嘅態度，震盪偏謹慎，原因就係喺6月尾嘅時候有其實咧最近嘅非農數據啦，表現係超預期嘅。咁美聯儲會唔會降息啊？呢係第一個問題。咁第二個，美債到期，第三個就係關稅7月初就要落地啦。所以對於股市嚟講，佢都係一個不確定性。點解叫下旬咧就要去謹慎嘅態度咧？咁並且呢一度會唔會破呢度高位？我都同大家去講過啦，震盪。當時就係啱好到咗呢一個高位就跌翻落嚟啦。最近係咪喺呢度就震下23,906呢917，呢度係906收市906，咁就回落一下。好啦，呢個係大嘅方向同大家去講㗎。其實呢一輪今個星期嘅反彈力度咧都係非常之強啦。點樣反彈或者接下嚟我哋應該點樣睇，我哋都要去作出一個判斷。首先佢係點樣反彈嘅？其實我喺6月2號嘅影片係咪都同大家去解讀過？例如講到佢裂口嘅支持22,907至到22,982，6月2號星期一嘅時候跌到22,668啦，但係佢依然收翻到23,157，就係受到呢度嘅支持啦。呢係第一個角度。呢度我唔再詳細去講下，因為我咧都係6月2號同大家去講過噶啦。包括見到我哋籌碼嘅峰值
峰值共振，峰值有支持。嚟，我哋呢位朋友仔同小金去分享啦，所以大家有好嘅成績嘅時候咧，多啲同小金去分享啊。早幾日咧見到恒指跌到22,600左右，因為22,668啊嘛，峰值附近我就做咗好倉啦，落嚟咗1000點，因為呢一輪嘅升幅咧，先頭講呢輪嘅升幅咧都已經達到咗1200幾點啦，成績就喺呢度擺住同大家去分享啦。你有冇做到咧？係咪啊？咁並且第三個角度都同大家去講咗啦，就係佢嘅時間，仲記唔記得恒指嘅變盤圖譜啊？我呢度都係6月2號加咗個問號問大家嘅，我話呢一個位置之前係下跌嘅，6月3號係一個變盤，佢會唔會出現到嘅係低點向上呢？如果低點向上就係低點提前而暴漲啦，所以接下嚟呢個星期佢係咪一個暴漲嘅行為就出咗嚟？6月3號係變盤，你唔可能話6月2號你去清晒倉係嘛？係唔會噶嘛？因為佢之前係跌嘅，你要睇升；如果之前睇升嘅，你要睇跌。嗱，呢個位置變盤嘅時候，我都同大家去講咗嘅。我喺5月20號同大家去講咗5月22號變盤嘅走勢，仲記唔記得啊？記得嘅，覆翻個22話俾小金知先，真係又過咗2個星期啦。你睇下有幾多朋友記得，所以6月3號嘅變盤我都喺6月2號話俾大家知啦，甚至乎有更加早嘅，因為我哋嘅金粉正式會員，我已經喺5月尾就同大家去分享咗整一個月嘅恒指嘅變盤圖譜啦，都唔係6月2號分享，係整一個月已經喺5月尾就分享咗嗬。所以呢啲咧係歷史，你可能又鬧小金啦，小金你口水多過茶喎，講咁多歷史做咩啊？未來咧？喺呢度我又要去反思一個問題啦，點解你連歷史都搞唔清楚，你就要去睇未來呢？係我同你講未來會點樣，你憑咩相信我啊？係咪一個好實際嘅問題啊？你憑咩相信小金啊？憑嘅係我之前講過嘅內容，真係有料到喎。好啦，你先會知道我接下嚟應該點樣去判斷，係咪就係呢個問題？所以我哋將歷史搞清楚啦，你先可以話以史為鑑去睇未來。技術分析嘅原則就係數據，數據係點樣嘅，行出嚟先有數據啊嘛。好啦，我哋就依家去睇下，我應該未來當中點樣去關注恒指啊？因為我哋每個星期啦都會同大家去講嘅呢個走勢嘅變化，以及咧都有呢個直播。先後大嘅方向我已經同大家去講啦，我就睇下接下嚟呢個星期嘅表現啦。喺呢度見低位回升之後，6月2號見低點，6月3號上升，6月4號上升，6月5號行到6月5號嘅時候，星期四喺當日右邊嘅籌碼已經紅色超買啦，超買確實就有短期高位嘅風險。超買佢係一個高位嘅風險，但係確認未呢？依家籌碼仲係維持咗紅色，星期五跌咗114點，籌碼係維持紅色嘅，亦即係意味着咗我如果有貨嘅，我應該係逢高減持啦。咁我可唔可以反手沽呢？要去確認佢轉跌，亦即係等翻籌碼轉翻黃色，呢度轉翻黃色，咁我先可以做沽。但係呢度我提示到係一個短期嘅行為，佢唔係一個長線嘅，係一個短線嘅行為，因為都大嘅方向6月份都同大家講咗嘛，震盪所以呢度係咪一個震盪嘅高位呢？等待確認，可以明白未啊？呢個呢就係我對於下個星期恒生指數嘅變化同大家去講下。當然下個星期呢都有佢嘅變盤時間，大家都可以參考啦。好啦，咁指數就講到呢一度啦。我哋仲要去望翻嘅係個股啊嘛。個股就離不開阿里巴巴啦。阿里巴巴同樣喺呢日6月2號嘅時候插得好深，最後只係跌咗0.61%。當日咧已經深到咗109.8啦。但係我哋好多朋友仔話俾我知，我買喺呢日買喺幾多咧？買喺110.6。買喺110.6，買喺下影線。我同我哋各位金粉朋友大大嘅點一個讚先。讚下自己，點解？確實咧，最近嘅巴巴咧係幾悶下嘅，跑唔贏指數啦，
美團又做唔到美團咁勁啦，但係都有佢自己嘅表現。點解有人就做喺110.6呢？原因都係小金之前同大家去分享過嘅內容。喺呢度，因為都係6月2號嘅內容啦，我喺呢度就唔詳細去講下。一個就係佢嘅支持111.5至到112.5，當時咧跌到110蚊嘅時候，好多朋友同小金講跌到110蚊啦，小金依然堅持講嘅呢個位置係支持，所以佢收上嚟喺6月2號嘅時候佢收翻上嚟。咁再有咧就係佢嘅莊家成本啦。點解人哋買喺110.6啊？就係用到機構黑科技，我哋嘅奪寶奇兵當時咧跌穿呢啲位置啦。等陣我詳細去講下呢啲位置跌穿咗佢嘅短期資金成本啦，所以我哋就要睇佢中期嘅資金成本係111，咁然之後喺5月30號嘅時候，5月30號佢111.495啊嘛，係咪啊？跌穿咗120蚊，所以我哋就要睇111.495咯。當時人哋點解喺110.6去買？因為咧比111.5高1毫子去買嘅。你點解買喺下影線啊？有機構黑科技去判斷嘅。呢一度就係我哋各位朋友仔嘅成績啦。我哋都去睇下當時莊家嘅成本我哋取咗點數111嗱，我哋睇下嗱小金睇咗你講嘅方向咧，贏咗少少謝謝。根據老師課上提，我哋巴巴機構長期成本價係111.495，寫得幾精準111.495，所以我喺110.6買咗嘅，依家喺度關注緊喺邊度獲利好，錢賺啦，係咪啊？呢個朋友都係一樣，呢兩位朋友即係你哋買嘅同一個價位，真係多謝你喺 YouTube 嗰度分享。你講過111.6附近咧係機構成本嘅重要位置，所以我喺嗰個位置入咗啦。好中意聽小金嘅講解。如果你都覺得小金分享嘅內容對你有幫助嘅，記得咧同小金去發送嘅超級貼紙啦哈。好啦，呢個咧係巴巴機構成本成績就喺呢度啦。咁並且我綜合同大家去講咗阿里巴巴嘅3個問題，一個佢裂口嘅支持，第二個奪寶奇兵，第三個就係佢變盤。都係6月2號提到嘅，佢嘅變盤喺3號，所以佢行到咗時空共振啦。點解佢要上升啊？時空共振，時間到位，空間到位，所以佢唯有俾佢嘅就係要上升咯。好都係一樣啦，大家又係比較關心未來啦。我哋係咪一樣要去關注阿里巴巴嘅未來啊？佢出現咗反彈啦，未來點睇咧？好，依家我哋去關注一下啦。首先呢度咧就係先頭講嘅莊家成本我哋依然用莊家成本去睇喺星期五咧已經收到116.6，其實最高咧都到咗118啦，但係收到116.6原因咧一個就係佢嘅莊家成本喺呢度壓住晒，係幾多咧？莊家成本呢個位置係支持所以佢再上嚟就係120蚊，形成咗沽壓啦。喺呢個位置我哋畫出咗呢個120蚊嘅呢條線先。6月6號機構黑科技繼續提示到我哋，依家佢嘅中長期嘅莊家成本係111.986啦，呢個就唔重要啦。當然依家如果真係回咯，我哋仲係睇112啦，先係111.495啊嘛，咁就差唔多112啦。短期嘅資金成本係119.452，所以119.495係佢嘅沽壓。如果取整嚟講就120蚊啦。所以關於到巴巴喺今個星期重點要去留意嘅，佢嘅沽壓120蚊，點解佢唔破啊？係咪啊？點解佢唔破啊？點解佢上嚟就喺度震下？因為佢沽壓就已經喺呢度。OK， 明白未啊？呢度咧就係關於到巴巴咧，大家可以去判斷嘅並且呢度冇形成到裂口，3日已經回補啦。我睇下係咪3日已經回補呢個裂口啦？調出個裂口去睇下先，萬一佢仲有些少未回補咧？哎喲，真係有些少未回補喎，真係有啲啲喎。依家115.6至到115.7有1毫子未回補喎，所以呢個裂口咧重點去關注會唔會話形成3日內唔回補，形成到強勢嘅裂口
如果形成強勢嘅裂口就會比較好啦。你睇下曾經呢一度先頭講嘅，點解喺呢度有支持啊？因為形成咗強勢嘅裂口啊嘛，3日唔回補強勢嘅裂口係形成咗支持啦。同樣佢上翻嚟先頭嘅120蚊係沽壓，以及咧佢嘅裂口喺呢一度121.8至到122.1。呢度咧有3毫子咧都係佢嘅裂口嘅阻力，所以整體去判斷巴巴嘅時候咧，裂口比較多，支持阻力都會比較多。佢嘅走勢咧都唔係咁一帆風順啦，有上有落，曲曲折折。好啦，呢度咧對於巴巴嘅分析咧，我哋去解讀到呢一度先。呢度咧係一個短線嘅角度同大家去分析呵。咁既然咧提到美團啦，最近嘅美團表現咧就非常之亮眼啦。其實咧講到美團嘅時候咧，我哋喺直播嘅時候都同大家去分享過。係幾時咧？睇下可唔可以打開去望一望。我哋抄一下呢一個內容呵。我喺其實咧唔係琴日晚上同大家去講噶啦，係我喺5月29號我哋就已經分享咗。點解咧？係有朋友問咗小金嘅，我哋睇下呢張圖就知道啦。當時咧係用咗我哋嘅聰明資金喺呢度。5月29號嘅時候，呢度係5月29號哈。當時咧分享咗呢個美團提到有 AI 聰明資金，所以呢一度5月29號 AI 聰明資金佢就上翻嚟。當然佢點解佢上翻嚟？當然佢未突破前邊嘅頸線位置啦，最好嘅突破啦，突破先打開空間啊嘛。但按照形態，佢已經係行出一個比較好嘅形態喺呢度。點解人哋比較靚啊？點解人哋跑贏指數啊？係咪啊？包括你以呢一個快手，呢度係快手啦。我嘅股票點講上升啊？因為咧資金入場、機構入場係股票上升嘅前提。佢同樣都喺5月29號呢日出現咗 AI 聰明資金，所以佢回一下喺星期五大升咗8.44%，都係 AI 聰明資金嘅一個強勢表現啦。好啦，我哋依然去睇下依家目前嘅美團先。目前嘅美團做底嘅過程要先頭講啦，要突破頸線位置，包括啦整體嘅籌碼峰咧都喺下方，所以佢突破呢個位置先會形成到下風鎖定，行情未盡。佢會唔會形成咧？咁大家記得去關注一下呢個問題啦。當時咧有人話，哇，呢一度咧盤中插翻落嚟，收翻上去，OK 掂啦。點解覺得呢個位置掂啦？收跌咁多，仲收翻上嚟，仲升咗2%，所以呢個位置就係佢嘅底部出現到上升啦。好，我哋去睇下小米啦，大家都比較關注嘅。小米最近咧就喺高位震盪一下，星期五咧都回得比較多，跌咗2%。按照佢嘅走勢咧，一樣，佢會唔會真係轉跌啊？畢竟咧喺呢一度係一個屬於震盪嘅走勢啦，會唔會轉跌？平台位置好重要，差唔多呢個位置係48.5左右，會作到佢峰值嘅支持。佢都未係一個好好嘅走勢啦。會唔會形成一個頭肩頂咧？有少少嘅類似如果真係跌穿到頸線位置，形成咗頭肩頂，包括籌碼嘅峰值都喺呢度，所以大家要去謹防一下呢一個小米目前嘅一個情況哈。好嘅，我哋今日嘅內容咧就簡單同大家去分享到呢一度啦。我哋下期再見，拜拜。